我接住講。所以總之咧，你就知道點樣作用嘅方法。記住啊，陀羅尼被咧絕對唔可以燒啊！所以我以前咧，我見到好多出家人咧，往往咧都將個陀羅尼被攞去燒咗氣，係攞去燒咗氣。正正式式咧，我係請教其他法師，佢哋專做呢啲，佢講係唔可以燒。我問過好多法師咧，佢都講唔可以燒。啊，火葬咧絕對唔可以燒，土葬都冇攞去燒。但係每一樣嘢都有成自為空。你係冚喺亡者身上去入土葬，但係冇燒，冇燒係代表冇滅啦。如果你攞去燒咧，就記住啊，因為咧往生被上邊所印嘅所有咒論啊、佛號啊，所有種種咧，如果你攞去燒，就大凡一切經文啊、咒語啊、佛號啊、佛像啊，皆是佛陀之佛身舍利啊，你有恭敬你受持啊，咁你就有功德。如果你唔知道屬意啊，有意係將毀滅氣，即係講咧做咗好大嘅罪業，講就滅法。咁你明白咗，咁往生前啊，印上嘅往生咒可唔可以燒咧？就係用意在呢度咯。所以有啲法師唔知道啊，燒晒氣，嗰陣唔咩功德都冇，仲係作罪業啊！你知唔知道啊？所以你係明白啊！以前我初出道時咧，就曾經同一位法師啊爭執呢個問題啊！你講話凡係冚過死嘅就有迷困啦，有迷困就一定要一把火燒晒啊！我講邊個講係燒嘅？我哋睇咗咁多在《佛頂尊陀羅經》裏邊講啊，冇講攞去燒，你知唔知道啊？只有講可以怪身嚟，你知唔知啊？你講有困嘛？冚過死人有困嘛？唔可以留低嘛？攞去燒，所以有好多出家人都主事攞去燒晒，同埋棺木一齊放嚟燒。所以呢啲道理啊，你唔好聽啲唔聽啲啦。我講俾你聽，有啲係害你，我唔知道啊。我係講事實，講真話。我提倡咧，從來冇燒陀羅尼被，冇燒。有啲家屬唔愛嘅陀羅尼被咧，我哋可以收翻嚟，因為我哋在念田咧，仲有下一個會過身啦，照樣可以冚。因為呢啲唔好浪費嘅，除非已經整邋遢咗，冇辦法。咁你哋係幫人用陀羅尼被咧，幫亡者有啲身上有啲流落好邋遢嗰啲嘢出嚟啊！我哋未冚陀羅尼被之前，應該同佢冚一層白布，或者平時用個氈啊、個被單啊，或者拎一張嚟幫佢冚在身上先。然後咧隔一層啊，正用個陀羅尼被正冚喺上邊，咁咧就保護咗陀羅尼被唔會整到啲血嘅邋遢啊，或者亡者身上流出嚟嘅邋遢嘅嘢啊，就唔會整到陀羅尼被咯。先冚一層白布啊，或者隨便一層嘅冚住先，然後正陀羅尼冚到最頂嗰層啦。咁你哋助念啊，幫助一臂之力，幫住亡者往生極樂世界，或者脫離三惡道。咁陀羅尼被有咁大嘅功德，所以我哋咧就知道好好保護啊。所以如果你哋咧未過身之前咧，而家聽咗陀羅尼被有咁大功德，你請一張翻嚟，可以預防你嘅大屋企啊有人過身啊，或者有老人家病痛啊，或者有啲業障啊、冤家啊、冤業啊嚟纏住佢啊，你可以將佢同佢冚喺身上去啊。所以講有時咧，你哋啊出遠門啊，去旅行啊，住酒店啊，可以帶埋去旅行，你知唔知道？保護你安全啊，你知唔知啊？有陀羅尼被冚住你身上，如果更加安全咧，好似我哋着袈裟咁樣捲住喺入邊咯，人哋好清清包上去，包你安全啦。咩鬼想黐你黐唔到，你知唔知？呢啲真嘅嘢能夠幫消除啊一切之惡嘅障礙，你知唔知道啊？因為陀羅尼被佢有咁大功德，佢會放光啊！因為諸佛嘅受記印證噶，唔係我在呢度講俾你聽啊！我只係知道有咁大嘅作用，唔係我在推銷啊！呢個廣告啊，你咁講啊！我係講俾你聽。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就係呢個陀羅尼咒有咁大嘅作用啊！但係記住，一定要經過加持，有經過人加持咧，
就有效啦。我哋試唔過，冇經過加持咧就一齊報啫。經過加持咧，佢就有咁嘅力量啊！所以預算我親自加持啊，10日，日得加持10日，唔係加持一個咒啊，加持10幾種咒，你知唔知道啊？全部對於你對亡者啊有咁大嘅作用咧，日日響加持，加持咗就俾人哋攞去用啊！佢嘅作用係咁樣，所以咧你要明白一陀羅尼毗嘅使用嘅作用嘅功夫嘅功德啊！你病痛啊、冤業啊，你可以帶喺身上啊！如果有陀羅尼毗放喺自己屋企咧，或者你放喺你嘅佛台上面啦，收起身嚟啊！你日日響誦經加持自己本身啊，到時你危急時你可以攞出去用，你知唔知道啊？冇事臨終死時揾唔到一張出嚟啊！攞咩嚟冚啫？冚呢個陀羅尼毗就最安全嘅、最實際嘅。啊，所以講你哋，如果你哋心中驚鬼嘅，我介紹呢個就最好啦。啊，呢個大符，請一張帶住出門，放喺你嘅皮包上邊，去到邊度，呢個陀羅尼毗帶到邊度去，係安全啊。所以陀羅尼毗有咁大嘅作用，佢能夠保護你免災難，消一切罪障。你睇，如果你自己本身能夠修持呢個法門，仲更加好。係幫眾生、幫自己啊！所有咒嘅功德係佛講出嚟嘅，所以我哋咧唔好誤解咗啊！唔好以為講其他法師啊隨便咁樣講啊，我哋就唔經過自己嘅腦去思考下。所以在呢度我重複再講翻一句：信佛講，唔係信人講。就算呢位係法師又點樣？佢都係一個凡夫嚟嘅啫。點解？佢未證過。佢未修成就，佢冇資格隨便批評，明白冇？我講俾你聽，無論咩大法師啊，隨便講嘅，你都唔好咁快信啦。人講嘅話未必信得過，你係信經典所講嘅，經典講係邊個？係佛講嘅。咁佛講嘅唔通呃我哋咩？所以有啲人以為講我請咗翻嚟唔使收，我唔係咁嘅意思啊！你知唔知道啊？我唔係講提倡呢個陀羅尼毗，你就係個迷信啦，唔係咁嘅意思啊！佢係能夠幫到我哋啊，所以有呢啲嘢嚟幫到我哋嘅罪障早日消除，就早日往生極樂世界，冇障礙嘛。目的係咁樣嘅作用啊！所以你就明白啊！呢個陀羅尼毗嘅作用咧，就開始到此啊，俾你知道呢個佢呢個問題。但係人哋就講有冇咁簡單啊？你信好唔信好？我信佛講就得咯，你唔好信我講，你信佛講嘅。頭先我引經據典啊，一段一段解釋咗俾你聽。所以有時呢啲法師啊，我睇到都好可憐，你知唔知道啊？一樣嘢未搞清楚之前咧，唔好隨便咁批評人哋。唔係咧，你有意無意做咗毀謗佛法嘅罪業，你都唔知道。我講俾你聽，而家有啲法師啊，係做緊滅法嘅事嘅嘢，你知唔知啊？佢唔係弘揚緊佛法啦，歧視人哋嘅法門啊，歧視經、歧視咒啊，你知唔知道啊？你未搞清楚，你就隨便批評，你咪歧視人哋咯。歧視人哋就輕視咩？就輕視佛所講嘅嘢。所以而家末法時代就係咁嘅時代。所以你哋學佛嘅人咧，歸於三寶，你自己小心啲。我講俾你聽，但係呢啲罪過你自己孭，唔關我事嘅。各人做因果，各人受嘅啊。我再睇第48個問題，就係講咧金剛明沙應如何使用啊？前邊頭先講陀羅尼毗啦，而家講金剛明沙啦。咁呢個金剛明沙咧，係根據咧密部啊、中部咧不空說啊，不空捐說神變真言經，即係講似呢個毗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真言啊，所加持之沙土啊，及有呢啲咒力咧嘅扶持亡者，光明嘅攝受往生西方。所以個金剛明沙咧就係咁樣嚟。所以有啲人咧好固執，點樣固執法咧？係大藏經查到，
冇金剛明沙噶，裏邊都冇講呢個嘢。呢個金剛明沙咧就係個方便嘅一個名詞。咁你個藏經冇呢個名，你就唔可以根據噶啦。所以講你又明白咯。其實呢個金剛明沙係出自邊度咧？就出自呢個毗盧遮那佛大灌頂真言啊！毗盧遮那佛係華藏世界嘅佛咯，嘅主咯。佢裏邊嘅講法咯，我呢度喺附底解釋下俾大家明白下，然後咧正嚟去解釋呢個問題，俾你認識下呢個金剛明沙嘅來源先嚇。冇講等我講嘅亂咁講，冇根據啊！啊，等你又嚟毀謗咯！啊，等你講，咁簡單幾粒沙搞掂，就去極樂世界，個王者就超升，我話你個沙咁犀利，啊，等你又隨便毀謗，又講我唔知搞咩神神怪怪噶啦。但係我所講嘅每一樣都有根據嘅，有經典記載嘅，唔信你哋自己查經。所以你可以查毗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真言裏邊咁記載。係講毗盧遮那如來為受母陀羅尼印三昧耶神通佛品啊，以最為第一啊！毗盧遮那話受記咗啊，講呢個陀羅尼嘅三昧耶神通佛品咧，裏邊咧最為第一。你講若有過去一切十惡、五逆、四重諸罪，盡願除滅啦！若有眾生隨次得聞此大灌頂光真言2、3、7遍，經已根者，即得除滅一切罪障。若諸眾生具造十惡、五逆、四重諸罪，猶如微塵滿施世界，身為命中墮諸惡道，以是真言呢加持土沙108片，斯陀林中散亡者屍骸上或散木上，而皆散之。彼所亡者若地獄中，若餓鬼中，若修羅中，若旁生中，以一切不空如來不空遮那毗盧遮那如來真實本願大灌頂光真言神通威力加持沙土之力，應時即得光明及身，隨諸罪報，捨所苦身，往以西方極樂國土蓮花化身，乃至菩提更不墮落。你諗下呢度咧金剛明沙嘅來源啦，就係出自呢個毗盧遮那佛啦大灌頂光真言啦，呢度講出嚟嘅。咁我經典印證，我就解釋俾你聽。係講啊，經文咧簡單解釋，以白話解釋俾你聽。係講若有過去咗，我哋過去咧一切嘅十惡，意思講我哋以前過去已經做咗十惡，就係講殺盜淫妄企以惡口兩舌貪嗔癡10種惡仲有五逆，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合身，呢種五逆四重諸罪，四重諸罪就係受果戒四重罪你咧能夠經過盡願一切除滅，呢個佛頂灌頂嘅咒語咧有咁樣作用。好，唯有眾生隨處無論在咩地方，能夠得聽聞到此大灌頂光真言，就係毗盧遮那佛嘅呢個咒語嘅真言2片或者3片或者7片嚟經過呢個耳根俾個亡者聽過或者病者聽過呢個咒咧，即得除滅一切罪障。你睇，聽到呢個大灌頂真言就能夠滅咗佢一切罪障。
如果若知眾生啊，具做咗十惡五逆四重罪，猶而未曾啊滿施四解。意思講，如果有一個眾生咧，佢已經做咗呢啲十惡五逆四重罪啊，點樣多到點樣？好似虛空中嘅灰塵啊，嗰啲塵啊咁多啊，遍滿晒咩？成個世界啊！佢唔係做一次咗，做過好多次啊！但係佢個身啊壞咗啦，命終咗之後啦，佢就應該墮落邊咯？墮落惡道咯。佢應該係墮落嘅，呢啲嚟講已經墮落咗噶啦，係可以墮落咗啦，墮落咗啦。遇到碰到咧，以是真言，意思講你用呢個毗盧遮那佛大灌頂真言嚟加持呢個泥土或者呢個沙，加持幾多次？108遍啊！你重複咁念108遍，加持嗰個沙土啦。在呢個斯陀林中，或者斯陀林咩意思？斯陀林咧係印度話，就翻譯叫寒林。寒林即係講位於中印度啊，當時咧就中印度咧摩羯陀國黃石層啊，北方咧之森林咧，森林之中咧係幽翠而且好寒啊。初咧皆為該城嘅人民啊棄屍之所咗，人但係死咗咧，我抬起個森林嗰度掉嘅。印度嘅以前嘅方式，將人死咗屍體咧，全部掉喺個森林裏邊，就叫斯陀林啦。後咧咗之後咧，就為罪人啦，犯咗國家嘅罪嘅人咧，犯罪之人咧，佢所住嘅地方啊，所其便咧就佛稱為棄置屍體之所為，就稱為叫寒林啊。寒林就叫斯陀林。就講而家我哋所講墳墓啊，移山，你就話咩？吉隆坡有咩移山啊？福建移山啊？廣東移山啊？總之啲移山啊，係專葬死人嘅地方。凡係人死咗就係搬嚟呢度葬啊。意思話呢個就算死咗啦，佢嘅屍體仲喺度啊，葬喺呢度啦。咁樣咧，如果你能夠將呢個沙加持咗108片。就散在亡者嘅屍骸上，啊，就講有啲係掉落個地下噶嘛，或者肉冇咗啦，俾啲動物食晒咗啦，剩得個骨頭啊，你就可以將呢個沙加持咗108片撒喺上，啊，撒喺上邊，或者佢係葬嘅，就似我哋啊，你哋華人嘅思想、中國人思想啊，人死咗葬喺地下咯。咁已經冚起身嚟咗啦，咁點樣就灑喺墳墓上邊，佢嘅墳墓啊，咁樣灑落去，啊，灑之而皆散之，意思話你將個金光明沙灑落去，彼所嘅亡者啊，意思話嗰度無論邊一個亡者咧，若在地獄啊，如果佢死咗已經喺地獄啊，或者佢死咗喺餓鬼道中啊，或者在阿修羅當中。或者在旁生就係罪咗畜生類啦，啊！以一切不空而來，不空毗盧遮那而來真實嘅本源，啊！就係講呢個毗盧遮那佛咧而來嘅真實嘅本源啦。佢當時發下呢個願咧，就係講呢個大灌頂光真言嘅神通威力，加持咗個沙土之力咧，應時啊，即得光明而及身。隨之罪報，能夠除咗佢嘅一切嘅罪報啊！捨所受嘅苦嘅身，第二日咧佢咧就即刻就能夠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到往生極樂世界就蓮花化身，乃至到最後咧佢能夠證到菩提，更加唔會墮落上惡道啊，就唔會再墮落。咁呢段咧就係經典講嘅。係毗盧遮那佛嘅真實本源，所以你唔信毗盧遮那佛，我都冇可奈何。
所以我哋咧知道呢個金剛明砂呢個咒有咁咧就係作用。咁我哋咧就日日加持啊！所以講你攞嗰啲金剛明砂咧，係我自己親自加持嘅。所以有時以前早一期咧，係你哋去印度啊，去印度咧旅行，將嗰啲恒河嘅沙好乾淨嘅啲恒河沙，白到好似麵粉咁幼嘅，帶咗翻嚟俾我啊，洗乾咗帶翻嚟俾我，我咧就日日加持啊。加持過有幾多千片我都唔知道。以前咧我就每次都加持，唔單止只加持呢個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啊，仲加持呢個毗盧遮那佛大灌頂根真言。凡係呢兩個種咒咧，就關於對呢個土啊，頭先講喎，用呢個此陀羅尼咒加持21片啦，灑喺亡者嘅屍骨上啊，都能夠超生。咁呢度毗盧遮那佛呢個灌頂真言咧，都有咁樣作用咯。由最加持響沙土裏邊，將呢啲咒全部加持響上邊，但係亡者過身咗，我哋就點響身上啦。就係意思幫佢灑在身上咧，就能夠仗自己啲咒嘅力量啦，幫佢消罪業，早日往生到極樂世界。咁呢種沙咧就唔係普通上一般嘅沙咯，所以呢啲叫咩？叫淨土。係乾淨嘅，經過佛經咒加持過，咁就有產生一種嘅功德嘅力量啦。所以有啲人冇研究，唔知道點解我哋會用響呢度咧？就根據咧《無常經》裏邊講啊。以前我睇過《無常經》，《無常經》裏邊啊，佛經啊，曾經呢個佛都有曾經在《無常經》講過，係講啊人死咗之後咧，你可以攞一塊黃土啊，將此光真言啊加持過咧，然後灑在亡者嘅身上啊。所以講我哋咧臨終助念咧，在呢段時間啦，就一定愛放金剛明砂，係佛所教嘅。但係佢冇講係咩砂，其實就有拎乾淨嘅土啊，經過加持咗嘅咒語真言咧，嚟灑響亡者嘅身上啦。咁亡者咧就能夠得益啦，就能夠超生嘅過程係咁樣噶嘛？唔係我諗出嚟噶，係釋迦牟尼諗出嚟噶。我睇到《無常經》裏邊有咁樣記載啊。在中國以前早期咧，我睇經典嘅記載啦。以前啊，我哋出家人咧，每日啊都係誦咗《無常經》，你知啊？每日都讀一篇《無常經》啊，因為我知道人死咗，人生無常啊。第日我點樣用啊？啊，就係講我前面曾經講過嘅問題咯。人死咗4個角啊，點燈啊，都係從《無常經》嗰度嚟噶。咁呢個人死咗放金剛明砂，都係在呢個《無常經》嗰度出現噶，唔係我作出嚟噶，又唔係我想出嚟噶，係佛講出嚟噶。佛真慈悲為眾生。所以有啲法師唔知道，隨便批評，帶嗰幾粒沙就搞掂，唔使收就要極樂世界。咁大家帶住沙就唔使念佛咯。邊個同你咁講啫？人哋係作用咧，係幫呢啲平常時冇機會遇到佛法嘅，乃至我哋自己本身作咗咁多罪業嘅，所以係保護你臨終嘅事啊，有作用啊。所以呢個係對臨終講啊，唔單止臨終有作用啊，在生之前都有作用，你知唔知道啊？啊，你睇下呢個經裏邊啊，繼續又講係講，復有眾生年年離熱啊，未亡疾病疾老啊，苦處萬端，是病人者先世業報，以是真言，以病者前1、2、3日，每日高聲誦此真言1880遍，即得除滅宿業嘅病障。若為鬼擾魂色悶亂失音不已，持真言者加持手108片，摩門頭頂頭面啊，以手按於心上額上加持1800
10片，即得除差。意思講呢個係講未死嘅人。咁經典裏講佢有咁樣作用咯。你講如果有眾生啊，如果有人咧長年嚟啊嚟熱咧，就講病咗好長時間啦啊。微黃咧，微黃係咗咩意思？就係講咧，我哋嘅筋肉啊麻痹而收縮啊，而唔能夠動作嘅一種嘅神經嘅系統嘅病，就係講收縮之意思。就簡單講，而家講中風。如果呢個人已經病咗好長嘅年啦嘅時間，已經中風啦，或者肌肉收縮咗啊，身上麻痹唔喐得咗啦，或者屬於癱嘅一類啊，呢啲種種嘅係病咗床，苦刺萬端啊，好痛苦。呢啲嘢正所謂講死就死唔起，生就唔生得。正所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嘅，佢嘅痛苦萬端喺度。咁是病人啦，是呢種病人者咧係咩原因？佛講出嚟，先世嘅業報，先世業報係縮晒啊，佢前生啊所做嘅業報。所以今日咧正會瞓喺個床嗰度，癱、中風呢啲種種唔喐得。呢啲咧你哋要明白哦，佢係依家唔係醫生嘅問題，係先世嘅業報。咁啊點樣咧？以是真言啦，以病者前，意思講你識念呢個毗盧遮那佛大灌頂真言者咧，在一病者嘅面前咧，或者一日，或者2日、3日，佢冇講限定幾多日啦，睇你嘅修持方法啦。每日啊，如果你每日咧能夠高聲大聲啊，但係高聲咧唔係攞嚟喝㗎，係攞嚟念啊！你誦呢個咒念幾多片咧？誦此真言咧1080片，1080片。如果你高聲，點樣念1080片？喝到啲喉嚨都爆啊！輕輕咁樣高聲講，以你嘅真誠念出聲嘅，我俾個病者聽到，明白冇？冇解錯咗，高聲攞嚟喝，攞個麥克風嚟係咁高聲，唔係嘈人哋噶。高聲意思係俾病者親耳聽到嘅作用能夠同佢念咧1080片啦，即得咧除滅宿業嘅病障，你睇到就可以得到咧嚟消除消滅嘅宿世嘅業嘅病障呢啲就係業障病咯。所以你能夠用呢個咒咧幫佢加持或者啦，佢係俾鬼纏住嘅俾鬼嚟騷擾佢噶，你都可以用呢個咒嚟幫佢。鬼騷擾嘅魂色悶亂，就講佢嘅意識好亂散亂啦，顛倒嘅樣驚慌種種就六神無主咗心唔能夠安定好悶好亂唔知點樣好，或者失音不耳咗。有啲人冇咗聲音突然間冇咗聲音失咗聲音，冇講唔到話，咩原因？呢啲都係宿業嚟嘅咁你能夠持此真言呢，就係啦。如果你會有呢個識念呢個咒嘅，能夠加持你嘅手，而且你念響個手念加持108聲，然後將個手摸響佢嘅面頭面面上邊，或者以個手撳嘅就按住就放置佢嘅心上嘅心口上邊或者額頭呢度上邊，再同佢加持1080片，佢嘅病咧就即得隨意就可以好。你有明白呢個佛頂尊術有咁嘅作用上一次咧就我一個同修佢已經往生咗極樂世界啦。咁我上一次咪講俾你聽咯佢臨終之前1個星期前咧就入院咯，見到3個嚟拉佢咯，揾到佢揾上門咯。我話2個男1個女嘅響醫院門口越行越近咯，緊張唔出咯，咩佛菩薩都念唔出，咩咒都念唔出咯，真冇辦法。好彩好幸運佢請咗我帶嘅金光明沙嘅咒咧加持過沙，
佢又帶咗放喺符筒裏邊啦，裝喺裏邊，拎個頸鏈戴住，到時嗰啲鬼啊越行越近喎，行到親到床邊咯喎，驚到係死喎。佛經乜嘢咒乜嘢佛佢念唔出，好似一諗到啊，哇！師傅俾你金剛俾即刻攞出嚟對佢，你知唔知啊？個鬼就退咗，你知唔知啊？鬼騷擾啊！所以講唔單止亡者死咗，呢個金剛明砂有咁嘅作用，仲有呢啲病痛嘅、鬼騷擾嘅都可以啊！在好多年前啦，呢個唔係我同我自己打廣告啊，我係講係有咁樣嘅作用。金剛明砂呢個佛頂尊唔係呢個毗盧遮那佛大灌頂真言咧，真係有咁嘅作用，係試驗過。曾經咧有人在美國，都係馬來西亞人嚟嘅，咁樣佢都係響吉隆坡，佢哋都有親戚，咁佢有啲親戚咧就響美國就中咗啲嗱喳嘢，唔知咩煙鬼纏身啦，或者咩騷擾佢啦。人咧神神化化、顛顛倒倒咁樣，醫生啊醫唔好，問神啊搞唔掂，咁樣點樣好咧？咁又打電話翻嚟，咁有啲佛友咧係喺我哋道場嘅，即係我都聽過講經，冇辦法咯，我都冇辦法，因為美國咁遠，我點樣去啫？我冇辦法幫佢，咁樣不如講你帶啲金剛明砂俾佢啦，咁咧就俾佢請多少金剛明，我親自加持嘅，就拎個袋咧裝到多少俾佢，佢咧就攞個寄。用郵寄方式寄去美國俾佢親戚，叫佢攞去帶住身上，攞去咧將佢個金剛明砂或者攞點樣方式我唔知道，係攞去帶身上，一個星期病好咗，即刻冇鬼纏身。仲有一個係神經病嘅，神經錯亂咗，帶咗一個星期清醒咗，冇傻咗，所以唔單金剛明砂能夠醫啲神經病嘅咯。但係有信心就有效，你冇信心，所以講一個人嘅宿世嘅業啊重到點樣，我哋唔敢講。你宿業輕嘅，咪好快幫佢解決咯。所以好多人有啲人帶咗係有效，所以唔單止臨終死咗後有作用，乃至你生前你帶住，有時你袋住嘢帶住咧裝向身上，你碰到馬路上啊有啲動物啊死咗啊。如果你真係幫佢慈悲超生，你攞少少出嚟灑喺身上，你唔好灑去咗同我攞啊！好嘢唔使多噶，龍哥少少灑落去身上，就經過啲咒嘅力量，佢就超生啦。但係有啲嘢都係咁做，所以有啲嘢行清啊，佢阿爸佢阿媽過身咗啊，死咗好多年啦，有啲死咗10幾20年啦，都未走嘅，你知唔知啊？仲喺個墳墓裏邊佢有一次咧就行清咯，有一年啦。你話點樣？我講俾多少金剛明砂大氣，你同佢灑，灑喺墳墓上。咁啊，將金剛明砂灑喺墳墓上，點樣灑咧？就係響頭殼頂灑起，灑3次。頭殼頂灑，跟住中間尾，邊度係頭咧？上邊就頭啦。咁你而家你企嘅嗰個風水位你撞個墳墓係咪？呢度係有石碑嘅，打好石碑咗嘅係咪？呢個就腳嚟嘅。呢個絕對唔係頭，你搞清楚啲嚟，你冇可能挖開嚟睇邊個頭邊個腳，你冇咁蠢話。灑喺墳墓上，上邊咧就係屬於頭啦，咁你企響呢邊咧就屬於腳，你啊先灑3次，就係身口意咁灑落去。如果你能夠念往生咒又好，識念呢個咒仲更加好。如果唔識就念阿彌陀佛，灑咗氣，你又念阿彌陀佛，你合住眼你觀想，即就靠照像我方法咁做，就見到佢阿爸出嚟啦，在墳墓好似一陣煙咁樣升咗出嚟，就坐上白色蓮花，一路咁升上天上去。佢親眼見到佢阿爸死咗20年，呢個金剛明砂一灑咗喺阿彌陀佛往生一念去就超升啦。以前冇學佛。冇聽經唔知道，所以今日佢碰到，我教佢，我話翻嚟同我，哇師傅啊，你金剛明真使得，唔係我使得，佛使得啊！佛嘅本願力嘛，所以呢度經典講係毗盧遮那佛如來嘅真實本願啊，所以講係講出嚟嘅，你念個大灌頂乾真言嘅神通力啊，嚟加持個沙土之力啊，
所有嘅亡靈啊就能夠超生啊！無論係在邊一度啊，你睇佛嘅無盡大悲心啊，你救度眾生啊，你又明白咯？所以好多人唔去研究，唔去睇經，就隨便批評，就講我哋提倡迷信啊！講個個人身上啊，帶住啲金剛明沙就唔使念佛啦，唔使修行啦，做業搣晒啦，我去繼續作業啦，邊度同你咁講啫？係你嘅意思，自己解釋咁樣講啫嘛，就到處毀謗批評。我哋唔係提倡迷信啦，我哋係提倡咩？係利益眾生嘅事情啊，係啊幫眾生啊。所以講無常經都有講啊，講呢個俾到遮那佛嘅大灌頂真言有咁嘅作用啊，所以我哋先提倡啊，目的係想利益眾生啊。所以你見到點解坐念又冚陀羅尼被，點解你坐念放金剛明沙，咩意思咧？所以你就明白啊。所以我哋咧就講咗沙嘅作用啊，俾你知道。如果平常自己咧有做功課啊，你咧就可以順便做埋嘅，平常時就做埋。你應該乾淨嘅沙土咧，幼幼嘅啊，你可以揾到幼細嘅又好，洗乾淨氣，洗乾淨咗啦，咁咧收起身裝喺罐上邊，日日咧放喺佛前咧係咁加持，最少一日念108遍啊，加持越多越好啊，日日都加持，到時咧用嘅時咧就隨時可以攞出嚟用啦啊！所以你哋唔識加持，咁師傅有加持，所以講咧就攞翻俾你哋攞去用啊！你哋就唔使講，到時點樣念啊？人哋已經念我加持喺裏邊咗。咁啊有啲人就講念咗咁耐，到底第日冇念會唔會失氣能量㗎？呢啲入咗氣就永遠唔會消失嘅啊！佢唔會失氣能量嘅啊！我同我以前啊，我曾經加持個米啊，拎個米加持咗啊，俾你攞翻去煮飯食，你知唔知道啊？佢都有咁嘅作用啊，唔係單一加持沙土啊，呢個就係佛嘅本源啊，真實本源嘅力量，大灌頂威神之啲力量咧，係幫眾生啊！所以如果你學識咗咧，你日日買一包米翻嚟就同你咁加持，加持咧就攞翻去煮飯嚟食，包你唔會中毒啊！同你講啊，佛親自加持嘅，你知唔知道啊？佛光照落去啊！你一念啊，佛光馬上照落去，你知唔知道啊？所以講咧，呢啲係成家平安冇病啊，所有安全。所以講咧，呢啲咩鬼鬼神神都唔敢去作怪，你知唔知道啊？你睇毗盧遮那佛，所有大家都知道係華藏世界嘅第一尊佛啦。所有六道金剛咒咧，啊呢個阿闍沙摩哈都係毗盧遮那佛傳出嚟嘅，你知唔知道啊？佢唔止係單單傳呢兩個咒，好多咒都係傳出嚟噶，啊！所以講佢有咁多功德，大家記住，呢個係佛嘅本願力所成就嘅，唔係我哋凡夫，我哋係借住依家嘅因緣啊嚟讀誦嘅啫。咁樣我哋咁樣讀誦咧，佛菩薩就肯呢個佛咧嘅本願力肯定就係加持啦。所以目的咧係幫亡者得到呢個咒嘅光明嘅符壽咧。嚟往生到極樂世界，咁樣使用嘅方法咧，咁點樣咧？教你點樣用啊？病重嘅時候咧，將個金剛明沙放喺病人嘅上衣嘅口袋上，就講放喺佢如果有袋嘅心口有袋嘅，就將佢攞或者攞個塑膠袋啊，放咗金剛明沙多少落去封密器啊，然後攞張紅包袋咧嚟裝起身嚟。放喺袋裏邊俾袋住，佢病重嘅時啊，住響醫院啊，或者邊度啊，屋企啊，佢病到好嚴重啊，咁你將金剛明沙放多少落，或者冇咧，你可以用個袋裝住咧，用一個扣針啊，扣住佢，因為佢就唔會跌啊，掛住喺身上，或者換衣服嘅時咧，就咁除咗落嚟，所以講有塑膠袋喺裏邊咧封住咧，你唔驚佢流汗啊、濕水啊，明白冇？其實唔驚佢沙太幼啊，佢會跌咗氣啊，你明白冇？
啊！所以你咧可以將佢沙，或者咧你平常時咧可以攞個符筒啊，嗰啲裝個符筒細細支嘅，你係將金木就放多少落去，然後攞嗰啲膠水啊嚟黐住氣，或者用啲指甲油啊黐住氣封住氣。咁指甲油咧你少少咁黐咗佢，佢個水啊就唔走落去啊，但係個符筒裏邊咪唔會裝到水咯。咁你又用時啊，你一拆好容易啊，好易就開出嚟啊，根本上就可以攞出嚟用啦。如果你攞橡料膠一黐咗喺，但係拆都拆唔出啊嗰陣時。所以講你又係防水，所以你用指甲油或者啲膠水啊，好唔係講黐到好實嗰啲，咁樣一拆就開得嘅，係防水冇將走入去啊。其實啊，平常時俾個細路哥帶都得，俾病者帶都得啊。所以講呢啲氣就安全，佢唔會跌出嚟，佢唔會跌出嚟咧，或者病咗好嚴重咧，放喺心口上邊啊，就可以防咩？可以防免啊佢嘅冤親債主嚟騷擾佢，乃至嗰啲陰靈啊嚟騷擾佢。就頭先我所講嘅，因為人咧死在醫院啊，病在醫院啊，好多冇超生啊，所以佢嘅魂魄仲喺度啊。比如講有啲人死咗，佢都唔知道啊。比如講佢死咗喺張床啊，今日明明我瞓呢張床啊，等緊你死咗唔知道，下一個輪到你瞓啦。咁今日係點解你瞓個床我推住落床啦？因為我嘅床嚟位嚟噶嘛，點解你瞓咗我床位咪推住落啊？所以有啲人唔知道啊，佢死咗冇超生啊，又冇去攝魂翻去啊，咁啊留戀在醫院啦。所以你睇有啲在醫院真係好多呢啲鬼類啊，有啲死咗亡者響度，你知唔知道啊？所以講越耐嘅醫院就越多呢啲嘅問題，所以啲病者咧就係好弱嘅時候啊，嗰啲冤親債主啊，其實咧會騷擾佢。所以講呢個金光明砂可以俾佢咁樣作用，帶喺身上。所以講以前咧金光明砂有好大嘅作用。有啲細路仔啊，執住喊，夜晚黑唔敢瞓。點解啊？細路仔咧佢身上咧啱啱出世冇幾耐，有身上嘅血咧，仲有母親啊。生產時啊嗰啲血啊血跡喺度啊，你使唔鬼佢味道喺度啊，所以有一種鬼咧專食嗰啲邋遢血噶，咁樣嘅細路哥佢就會嚟騷擾佢啊，佢用條脷嚟舐嗰啲邋遢血嘅味道，你知唔知？咁細路哥見到鬼梗係驚喊咯，喊到夜晚就唔可以瞓覺，佢唔使瞓覺，你跟住唔使瞓，一樣嘅道理。所以如果將個金光明砂整少少俾佢戴喺身上啊，或者掛在個搖籃啊，嘅金光明砂就發出個威力啊，會放光。會放光咧，嗰啲咁嘅食血鬼就唔會黐埋你啊！咁你細佬咪平安咯，就冇呢啲嘢嚇驚氣咯。所以有啲細路哥啊，點解你哋生細路哥唔知啊，養細路哥唔知咧？你仔點解屙青屎啊？嚇驚！我講俾你聽就係呢啲嚟騷擾你，我哋凡夫眼睇唔到，佛經上有記載而有咁樣嘅嘢，而有一類咁樣嘅眾生，佢專食呢啲咁樣嘅氣。食咁樣嘅邋遢嘅嘢，佢靠呢啲係食物啦，所以會騷擾佢啊。所以有啲道教符啊係有效啊，唔係講完全冇效啊。佢畫到有效咪有效啦，如果畫到冇效咪呃你啦。咁我哋呢根本係真嘅佛力加持噶，親自加持嘅，咁啊攞少少俾你帶喺身上。咁帶喺身上，佢就唔會產生呢個咁嘅問題咯。咁你咪平安咯，保護佢吉祥啦。或者有啲可以放喺車上邊，掛喺車上邊，咁樣有時嗰啲冤家啊，或者攞替身噶，因為啲金光明砂喺度掛住身上咧，車上啊喺度放光，你知喎，佢避災禍，避嗰啲鬼遮眼，鬼一遮你眼，你一亂咁撞，明明直路你變彎路咁轉，一轉就山坑就玩完，真嘅，我同你好多意外就咁發生嘅。有啲佢哋唔死大命嘅講，點解我自己轉？明明直路點解轉？你見到係直，係見到彎路，就咁樣彎就係撞咯，就鬼遮眼啦！揾替身你知唔知道啊？如果你金光明砂放喺前面啊，撐住隻眼啦，佢就轉唔到你噶，你仲睇到路直直。所以金光明砂永遠放光，係見到佛光放出嚟咧，所以就保護你。所以佛像呢啲咒語係真嘅有作用，因為馬路上。你唔知道邊度笪有替身等住你，死咗好多冤魂喺馬路上，你唔知道啊？咁佢愛投胎轉世噶嘛？咁啱啱今日碰到你啦，你講我終於揾到你啦，
等都等到你今日啦，咁你就到此為止，佢就整你意外死咯。啊，所以如果嗰棵樹下邊有5個，嗰個地方有5個，或者有3個就死3個，2個唔死大命啦，你好幸運啦。啊，如果佢話攞5個，嗰5個一齊就5個一齊攞埋氣，成車死晒，唔一定噶。所以呢啲嘢你預防不到，自己修持又修唔好。如果修持好，你日夜咧有護法神善神扶持你啊，你就唔使驚。如果自己冇修持點好啫？啊，咁你又靠呢啲咯。師父今日同你講唔係提倡迷信嘅嘢，係講佛嘅本願力，目的係想幫眾生消除災難，消除種種病苦，俾我哋咧可能夠順利。呢啲佛嘅慈悲啊，唔係迷信嘅意思啊！大家記住，好，一個病者好嚴重嘅時候咧，可以帶喺身上，係咁樣作用啊！如果臨終時咧，咁樣就灑響嘅病人嘅地方啊，意思講佢臨終啊死咗之後咧，天氣咗啦，就灑響佢嘅6個地方啊。有啲人咧就講3個地方，就係額頭、喉嚨、心口啊，3個地方。咁我哋咧大部分就6個地方，叫住經典咩？頭頂啊，有眼眉中間，咁樣心口、肚臍，膝頭哥、腳板。啊，有一首記咁樣念嘅，頂聖眼升天，頂咧就係聖人咯，眼啊呢度咧就升天咯，人心啊頭底做人咧就心，肚臍咧就係餓鬼，膝頭哥咧就係畜生道，腳板咧就係地獄，灑喺6個地方，跟住一加2個就喺手嘅虎口呢度啊，2個再點落去。咁樣灑落去，所以天氣後咧係表示你消除亡者嘅身口意嘅罪障啊！灑放嘅時候咧，不必要搽啲膠水啊，避免咧觸動到亡者嘅遺體。咁我哋咧我以好輕嘅手啊嚟幫佢做，點樣咧？我哋咧就唔可以搽膠水，因為膠水有一種嘅黏啊，會黐咧。會令到亡者痛苦你又唔可以用刺激嘅嘢，又唔可以用刺激嘅嘢搽喺亡者身上咁我哋咧大部分用咧雪花膏，雪花膏其實冇味道嘅，其實冇刺激性嘅，其實柔性嘅你點少少雪花膏搽喺亡者嘅頭6個地方，搽咗先啦，呢度心口，或者着衣服咧，你就搽喺衣服上面輕輕肚臍，你唔使特登將佢衫摳上嚟就搽喺肚臍嗰度。有啲話掂到肉正刺激，正係掂唔到肉就唔係，冇咁樣講。灑喺嘅6個地方，佢着住衣服就灑，就點住多少咧？因為呢個咧就講有一種黏性嘅嘢咧，然後咧將個金光明砂放落去，佢就唔會跌啦，佢唔會散嘅意思係作用係咁樣，明白冇？咁樣搽多少少，輕輕咁樣。放咗落去先，輕輕放咗落去啦，然後咧你就跟住金光明砂。如果師傅加持過咗嘅，你直接就攞嚟咁樣放氣。如果你識加持嘅，你在亡者嘅旁邊咧，同佢念，或者7片、21片、49片，唔在乎啦，幾多片啦，在亡者身邊同佢加持呢個佛頂觀世陀羅尼咒或者你唔念咁長你又念點噶？就俾到遮一佛但係乾真言，好短嘅啫，梵文咧唱起身就好短嘅啫。咁樣就加持咗，然後拎個沙出嚟少少，就點落去啦，一路點一路念啦。頂聖眼升天，人心惡鬼附，旁生七界裏，腳板第一處。咁樣放咗落去啊，咁樣虎口又放少少去，然後咧就咁樣就將個陀羅皮冚上去啦。冚上去咧，就因為咧咁樣就幫佢助念，一路助念到晒為止啦。然後咧你就去換衫褲咯。換衫啊，咁咧你又同佢抹身啊，咁呢啲肯定有抹甩氣啦，會跌咗嘅。咁衣服啊全部換咗氣，咁佢就會跌落嚟咧。然後啦，你將佢換好咗衫褲啦，咗之後咧，我入念啦，將入咗念放喺棺材裏邊，
啊個屍體嘅個遺體啊，放咗喺棺材裏邊，重新再嚟同佢放多一次，啊唔會俾佢跌，一路黐埋落去，所以你哋可以用嗰啲説法，重新最後做入殮嘅時候再做一次，啊仲係同樣6個地方同佢放咗落去啦，然後咧個陀羅被就冚啦，或者棺可以冚上去啦，你就可以再冚，換好衫黐喺衣服上邊都冇相干，將呢個再冚上咧，然後咧就係安葬，或者喺你取次土葬嘅方式，咁未冚棺之前咧就灑喺亡者嘅身上，再同佢灑一次，或者冚棺咗之後咧，同樣可以再同佢灑，或者啊做好咗咧，你嘅棺材嘅蓋上邊啊，棺材頂啊上邊咧，你攞多少膠水塗咗喺木上邊，棺木上邊，然後金剛面紗放喺頂上面，就表示金剛面紗保護佢放光，陀羅被最冚住喺棺木上邊，咁樣咧兩種嘅作用咧就灑喺亡者嘅身上，棺木上邊一路到火化為止，一路到土葬為止，入咗土葬啦，如果能夠再幫佢入咗，如果入咗個窿啦，瞓咗落去啦，咁再同佢灑多少氣，然後就葬啦，就可以結束啦，就咁樣。或者係火葬嘅，佢仲有一個骨灰嘅個情啊，你可以打開少少，如果能夠嘅，打開少少將金剛面紗再灑響嘅骨灰上邊，意思講火葬咗之後，將骨全部執晒咗啦，入咗嗰個情咧，然後將金剛面紗少少再灑上去嘅骨上邊啦，嘅骸骨上邊，然後再冚上去就入葬啦。所以呢個道理咧一定要知道。咁樣土葬嘅方式，火葬嘅方式就灑喺骨灰上，所以呢個根據咧呢個經典裏邊所講咧記載金剛面紗咧係對生前死後一切眾生咧均能夠得到利益，故陽上之人咧可以隨身佩戴消災延壽、除病氣病除魔。如果遇到有畜生橫死在馬路上咧，可以灑喺上邊，助佢咧能夠得到解脫。所以呢兩個咒一個往生被嘅作用，同埋呢個金剛面紗嘅作用，係出響呢兩部經裏邊記載嘅。使用嘅方法就係《無常經》裏邊咧，佛提倡叫我哋可以咁樣用。咁你唔信佛講嘅話，在呢度咧我都無可奈何。我希望咧有人聽呢隻帶之後咧，你用個正確角度嚟思維下，目的係佛出咗慈悲心，我係教導一啲苦難嘅眾生脫離三惡道，能夠早日幫到佢往生到極樂世界，早日成佛。呢啲係佛啲悲願，唔係講我哋請咗幾粒金剛面紗翻嚟，就唔使修行，就靠自己金剛面紗，第日就往生極樂世界。有啲人唔好以為講我請咗保佑我平安，我從今以後咧就安心咯，唔使修咯，咩惡業可以繼續做咯，唔係咁嘅用意啊！我哋唔係提倡迷信啊，又唔係提倡叫你唔使修啊，唔係咁嘅意思啊，係講佛嘅願力啊，講呢兩部經呢兩個咒嘅作用有咁大嘅利益，何情而家我在末法時代咧，憑自己如何嚟消罪障咧？冇辦法消啊！宿世嘅業啱唔啱？你消唔起，所以呢個咒嘅力量，你犯戒咗，你冇辦法消啊！所以你只有靠咒嘅力量嚟幫你啊！能夠持誦就最好不過。經典裏邊有記載，你可以信嘅，唔係今日我作出嚟呃你哋，又唔係講你哋善口方便。得到一個小便宜唔使收。咁我哋呢度咧有冇幾多我唔知道，因為咧我加持過咗，我放喺道場，你第日你同道場嘅人係商量啊，你唔好再揾我，我冇咁煩你唔好煩我，我就加持咗流通咗俾你哋就算數。
啊！陀羅尼被都係用錢請翻嚟嘅啊！所以講我唔知道出邊係點樣嘅情形。總之我做嘅嘢咧就坦白講實實際際老老實實，絕對唔會欺騙眾生，係佛經常有咁樣。所以以前呢啲咁嘅咒咧，我周不時響誦去加持，所以就俾眾生攞嚟作用，都係愛我哋自己本身嘅真誠心、慈悲心，再要加埋佛嘅本願力。咁一齊配合咧，因緣和合，俾有緣人、有福報嘅人請到，信者就有效，唔信者你就當幾粒大沙。所以有啲人講，同我攞啲嘢講就懷疑幾粒沙咁簡單，我好嘢就嗰幾粒夠噶啦，講啊唔好嘅一大攞啲車俾你都冇用啊，唔好嘅我攞咁多做咩喎？好嘅就係急。嗰啲仔，所以你唔好當飯食啊！咁多多咁揼住落去，胡椒粉係啲你灑多多就有口啊！好嘅就唔使灑咁多嘅啊！所以有啲係識貨嘅咧，就識請翻你去預防有咁嘅作用。所以今日講到呢兩個問題咧，俾大家知道，就俾你大家明白金剛明沙嘅作用、往生被嘅作用，係為點樣幫我哋眾生嘅利益。啊，所以呢段咧，希望你哋聽咗咧，你明白。好，今日時間到，講到此為止啦。